那目前个案还在居家隔离当中。由于他在去年曾经在公司里面有接种过1剂的 AMR 疫苗，那目前研判这一例有可能是在国内的感染哦，那感染源还待厘清。那另外就是说，根据我们的调查，那这个他的接触者包括他的公司的同事，还有一些其他的接触人员，总共73人。那另外就是这些人我们都会做健康监测到8月11号。那有一个案是这个华航的地勤人员，那他主要负责的就是在报到柜台跟候机室。那白天主要在2航下啦，那晚上就到1航下这边去工作哦。所以他有这个大众运输跟公共场所活动史。那呼吁民众如果有在20、22、23，那有在这几个场所出入的，那请民众自主健康管理18天。如果有出现发烧、鼻炎、结膜炎、咳嗽还有红疹的症状，那请尽速与卫生局卫生单位联系，那可以请他们安排戴口罩，那这个就医啊。好，那大家没有什么问题？请教师座，为什么他去年打过 MMR 的疫苗还会再感染呢？通常打1剂的 MR 疫苗，它这个会获得麻疹的保护力在93% 左右，那至少维持5年以上了哈。那这例可能就是比较属于不幸的，就是他刚好打了之后也没有获得及时的保护力，对。请教师座，可以跟我们讲它的传染途径吗？麻疹它的传染途径主要是利用空气传播哦，所以因为它的分子非常小，那所以它有可能透过飞沫传染啦，还有这个它可能有接触到的这个物品，那都可能感染。那另外就是病患停留前后2个小时，那通常这出入的场所的民众都有可能暴露到了。那不过因为我们国人就是小时候都有打过2剂的 MR 疫苗，那保护力都有一般的基础了啊。虽然说有些人可能这个成人之后，那保护力会稍微下降啊。那在国内我们的 MR 就说有关麻疹保还算足够啊。不过如果有类似的症状出现，还是要请这个就是说在这段期间有去过这些场所的，还是请遵照我们的这个嘱咐，就是尽快跟卫生单位联系，好。那他如果到美食街吃饭呢？美食街就一个桌子一个桌子，如果他同桌，他的这个感染是不是几率会比较高？对，当然是越附近是感染的越高，但是因为他可能每次去用餐的地点也不太确定啦，嘿，对，那民众可能也分不清楚在哪边用餐，那这边还是就是做一个比较一般性的提醒，对。所以他这个疫情，他现在什么时候他可以再出来？如果确定他的症状在结束之后，然后他现在想解决这种状况，以及华航内部，因为他不是成为原本嘛，他的同事这边就会怎么做其他的？他应该是到出诊后4天就应该是一般而言啦，他如果没有其他发烧症状，他应该就可以解除隔离。对，好。那有关他们的这个华航的这个他们就是有关接触者名单的一个追踪的部分。那我们这个部分都第一个就是昨天就已经先请这个华航他们建立这个接触者的名单，那做健康的监控啊。那另外就是说，所以这个卫生局也会跟他们的卫生单位跟他们的华航的这个卫生大概是什么医务室，可能也都有一个联络管道，所以他们医务室事实上也会监控他们这个就是机组员的或者是这个地勤人员的这些健康状况啊。如果有发现有类似的症状的话，那也都会通知我们卫生人员来处理。所以刚刚说的特殊案例是他接种，可是他却还是就是有发生这个状况，就是算特殊案例。因为通常我刚刚讲过，它的保护力通常1剂大概是93%，但还是会有大概7% 的人没有办法获得保护啦。不过这例是一个就说算是一个叫做非典型的麻疹个案，它就是一直只有
发烧，那没有其他说鼻炎、咳嗽、红眼症的结膜炎的这个症状，发烧跟出疹这个症状而已。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他因为刚好去年有打过剂，希望呢传染力可以有可能会比较弱一点啦。对，好，那大家还没有其他问题？请问一下，刚刚有提到说他现在在居家隔离，对，那到昨天应该就结束，如果他没有症状的话，应该就结束了。所以他现在已经可以回上班。就是在看他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对，我们可能今天还要再追踪一下，对，今天一早还没有，我还没有接到讯息。好，拄则咱听到就是疾管署上新的回应。另外，这方面赶快是上新的现场，要来关心检察官侦办国安特勤人员牵涉到走私免税分的案件。今日照题，互人压起来，小校示威官张兴家，案算为今日起都会大规模约谈华航高层，也有总统府示威室的人员，要来了解案情。详细情形，连线记者张栋来传来了解。张栋。好了，主播观众，私烟案呢，今天是延烧到了第8天。那其实呢，整个周末呢，检调的这个搜索都是持续的在进行的，都是不停的呢，在这一个过滤相关的证物等等哦。那其实呢，今天一早呢，他们呢也是从这个北所呢提讯了张恒嘉哦，因为他呢大概是9点半的时候呢就到达了这一个台北地检署，那检察官呢正在里面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讯问。那其实呢，主要就是要他来说出呢这个完整版的团购的名单有谁，以及呢涉案的相关人等，还有整个流程，以及上级呢到底是谁在指使这一件事情呢，都是今天检察官进一步来这一个约谈的重点哦。那其实呢，今天呢检察官呢还是传出呢，其实呢这个礼拜他们就是要来约谈的，就是华航的这一个高层，包含呢是2名的这一个副总哦，邱姓还有这个罗姓的副总呢，都会被今天呢是传说都会约谈，他们要到北医检里面进一步来说明，因为他们呢已经是这一个他自案呢来被列为被告的，所以呢，传说今天就会要他们来到北检来对案情来进一步说明，主要就是要来厘清呢华航这几年来呢配合这一个出访的行程呢和国安局的窗口呢，他们是怎么样的这一个流程来订购这一些私烟以及涉案的相关人等是有谁？那这个呢都是检调要进一步厘清的重点。那目前呢，这个张恒嘉的人呢是还在这一个台北地检署里面来进行进一步的讯问。那华航的高层呢，在这一周呢也都会陆续的被检调来约谈到案。以上呢就是现场的这一个详细情形，我们会持续为你掌握最新的状况。先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好，多谢张董。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立法院国民党党团今日开记者会，经替总统府甲规个案件走私分的案件，讲是买分买超过，根本就是设一个指向点。国民党党团今日来到最高检察署来拜访总察总长江贵民，希望伊调查这个案件时，一定要好好啊查核清楚，互大家社会一个交代。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继续交记者林新杰来带来了解。新杰。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带你掌握最新消息。整起国安局走私烟案延烧至今已经来到了第8天。对于总统府把整起走私烟案定调为超买，立法院国民党团是表达强烈的不满。因此，他们今天不但召开记者会痛批，更亲自到了这个最高检察署来拜会检察总长江惠民，希望他可以来好好调查整起私烟案。那你看一段现场最新情况。侦查无上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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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给我们真相，还真相。总统把走私香烟定调为超买，我认为他的这个定调会给检调相关的压力，会造成断点，会让检调在查办的时候设定上限。所以我们今天会同书记长还有相关的委员要来拜访检察总长江惠民先生。好的，那国民党团今天特别来这个最高检察署来拜会检察总长江惠民，就是希望他可以好好调查这起私烟案，绝对是勿枉勿纵。而这起私烟案延烧至今呢，国民党团也痛批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是不断的神隐，因此国民党团也呼吁陈菊秘书长应该好好来说清楚、讲明白，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上最新，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多谢新杰。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苗栗后人下早发生徛假熄火案件。规个庆贺演唱队接到报案了，赶紧出动后人、西湖、特殊消防人员，也有车来拍火。附近的住户发觉火烧厝嘛，赶紧走出来外口。其中一个妇人行到身魂无条体，嘴一直念阿弥陀佛。妇人人讲，可能是隔壁厝边伫咧煮物件，假使袂记得关，才会熄火。另外，还有一个80外岁坐火人，伊脱把体赶紧走出来，有小可砸着伤。消防队甲受伤的人一个送去病院治疗，该在火真紧就拍花。另外一个意外消息来关心嘉义发生到4台车烧弄的车祸，伫台82线往朴子交流道有一架货车弄到3架轿车，弄一个真正力，规台货车拢变形。那货车运将伊双脚互车弄断，另外还有3个人因的头、骹手拢小可切着伤，拢总4个人拢互人送去病院急救。详细情形交记者洪泽英来带来了解。泽英。好，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马路上有2辆车撞在一起，一旁还有其他车辆也有受损的情形。那车壳跟碎片是散落了一地，警消人员赶到现场是赶快把伤患抬上担架来送医。那可以看到有一辆白色的小货车，整个都有点变形，而且是有点扭转的情形哦。那一旁黑色轿车也是车头都毁损的相当严重。这是嘉义东西向快速道路发生了一起4车连撞车祸，下面来听一段稍早访问。往朴子匝道口附近发生4台车辆连环相撞的车祸，有3辆自小客，1辆小货车，分别有4人受伤，3男1女。根据警消人员说法，这个车祸是发生在台82线往朴子匝道口的路段。那有3辆小客车跟1辆货车连环追撞，其中小货车的驾驶因为撞击力道太大，当场双腿是被凹陷的车体给截断了哦。那紧急就送医来动手术。那另外还有1名男子有肢体擦伤，另1名男子则是额头撞伤，还有1名女子有头部肿胀的情形，一共有4人轻重伤。那当下都送医急救。至于车祸原因，警方还要厘清。以上是为你找到的资讯。多谢泽英，继续要来关心台东太麻里一对表兄弟烧酒啉烧酒，本来啉甲真欢喜，结果酒一个啉醉，变做伫咧拼生死。表兄甲表小弟的手指头啊夹着伤，消防人员头一个时间先甲2个送去病院治疗。详细情形继续要请记者林书宏来传来了解。书宏。好了，主播各位观众，单肩上男子送往医院治疗，他的右手食指被紧急包扎，鲜血渗透了白布，因为他的指头居然惨遭自己的表哥咬断。你们到现场，伤者状况怎么样？伤者他是到现场，他是手被咬掉这样子，他的手指，对，右手手指食指被咬掉了。然后我们到现场有找他断肢的动作，但是他断肢已经被咬掉。他有看到断肢吗？我们只看到指甲而已。台东县太麻里乡28号傍晚发生这一起流血冲突，一对表兄弟相约喝酒聊天，没想到56岁的表哥却将表弟的手指咬断。救护人员到场后也吓了一大跳，立即将2个人分别送医。表哥第一时间向警方表示，喝酒喝到一半，表弟突然出手朝他的眼睛和胸口狠打了1拳，他才会失控抓住对方的手掌，不慎将指头咬断，但断肢目前还没有寻获。亲友对于2个人酒后酿成意外都感到不可思议，对于细节也不愿多说。目前警方将持续搜寻断肢，并厘清冲突的发生经过。以上是目前掌握的资讯，主播。多谢苏宏，或者心情来看到车路水沟啊，哪有空触鱼？这是中华关检察局边仔的排水沟，有人无张伫发觉内底有空触鱼，数量有够多。有人摕希望啊，要来护鱼啊，讲半点钟内会当护上百尾。量基啊，一个甲算，这个水沟底内底应该是有几多万尾鱼啊。消息一个传出来，大家正好到相报，袂输夜市啊，感觉真心实。中华的清洁队嘛呼吁大家，讲护鱼啊是无违法，也毋过尽量莫来护。护鱼啊，会当家己自然生炭，安尼就会当防治网啊。水桶内的鱼啊游来游去，啊那这的鱼啊到底是对倒来的？绝对互你咬袂着。从里面捞起来的，不是捞这里啦，捞里面。民众摕鱼网啊存入去小水沟内底，来来回回一直咧护。伫网啊内竟然护到这个大肚奶啊甲孔雀鱼。有准备这里有鱼。有孔雀鱼出现的小水沟，就伫咧彰化县的警察局边啊。
斟酌甲看，小水沟的鱼啊，有红色的、柑仔色的、黄色的、青色的拢有。伊的尾天开，亲像开线共款，足水的。民众都安尼斗相报，大家听到风声拢来遮捕鱼啊。这样子代表说我们这边的水是还 OK， 不然之前有说什么我们这边的水，对啊，还要从台中这边过来，这样的话可能有改善。有民众推测讲，应该是这个警察局边仔莲花池的小水坑，甲小水沟有相同。这个大肚奶仔甲孔雀鱼，佮对莲花池选出来了后，佮生产真济，伊的数量可能有几落万尾。没有在管辖范围里面的啦，所以应该不会有违法之余。那原则上就是还是要不要来抓啦，让它有自然的一个生态、自然的一个存活。因为水沟的鱼是公有财产，民众伫遮捕鱼啊，安尼是无违法，不过嘛无来甲鼓励，因为希望要让这鱼啊自然来生态，安尼会当达到预防天狗热、食蠓仔鼠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刷来台北，看到台北火车头人来来去去，发生到流浪汉伫咧相拍电动的代志。因为烦恼民众万不利去伸到拳头皮，安尼代志就歹收煞。拢总3个流浪汉伫咧台北火车头东花龙相拄长，一直互相甲对方呛赌，上尾真是气甲丢骹顿地，其中2个一直拍，其中1个人一直拍到东一门店头的门卡口，互人拍的流浪汉气甲讲要提告，也毋过常常有人伫咧相拍，一寡旅客拢真惊吓。2个查甫人冤家相拍，就算倒伫涂骹嘛唔肯煞，佮拍到人的店内去。台北车头内底这间有名的饼店，昨透早门还未开，就有人来闹代志。会有啦，会有游民在这边打架，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争执，也是，我是看过几次。原来是3个流浪汉伫台北车头小拄伫遐对墙，其中细张的查甫人伸出手去拍细判的查甫人，2个人唔拿一路拍到东一门，佮拍到人饼店的门口。车班很少的时候啦，你就看就很多人就进来，人少的时候是比较会担心。3个人相拍闹代志，细拍查甫人因为倒手镜头受伤，所以有案算要告。伫台北车头4家拢会当看到有流浪汉，即个发生相拍事件嘛，互旅客留一个无好的印象落来。记者综合报道。插报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宜兰新月广场发觉一具查甫尸体。今日透早有民众经过旧河道的时，发觉到有尸体浮伫咧水面，赶紧报警察。警察一来到现场，初步判断讲死者今年差不多60岁，因为身躯无明显的外伤，这个河水悬度算的差不多50公分，水无讲真深。是安怎强的死者详细原因，也有死者身份，即马警察当日咧进一步了解。另外一个详细的现场来看到700多公斤的海翁掉伫咧海水浴场，这件代志是发生伫昨下晡3点钟，海巡署的人员伫咧观音海水浴场发觉一只海翁掉伫咧海墘啊150公尺的所在，一直伫咧滚浪。经过急救了后，2点钟也是无命。根据了解，这只海翁的品种是碧氏中喙海翁，重700多公斤。上尾海巡人员也有热心的民众做伙甲伊拖起来，交予海翁海地协会人来采样，确定伊死亡的原因了后，就会甲伊抬起来。搁再来看到，真是犯物件，有民众硬要弄入去新北市积大树袂当耍水的所在。代志发生伫昨透早5点钟，海巡署的人员又搁查到21个人各船要来到积大树看日头、拍蒲光。详细情形，连线记者吴慧珊来传来了解。慧珊。好，主播各位观众可以看到画面中哦，天空才刚微微亮，阳光映照着白云，让景色看起来相当的美丽哦。那么在清晨5点多，海面上却出现不少人划着立桨来到新北市金山区的竹台屿。可以看到海面上聚集了至少10几人，有人站有人坐，就是为了欣赏旭日东升的这番美景。不过其实竹台屿属于禁止水域游憩活动的区域，因此在28号清晨硬闯竹台屿海域的这12艘立式划桨，总共有21人，也将通通吃上最高5万元的罚锾。不过为何该区域会被禁止？是因为光是6月就有立桨的玩家在竹台屿附近的海域被大浪冲离岸边，由消防人员救回。而同一天又有2个人玩立桨到竹台屿后游泳到外海，被大浪抽走。虽然最后都有顺利救回，不过可以见得该区域相当的危险，也在这里提醒民众还是要遵守法规，注意安全。以上是目前的情况。
多谢惠山，另外这个嘛是即马上新的现场画面，要来关心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今日罗南到高雄来视察凤山溪都市水环境营造计划，嘛，互人问到进前7月19高雄主报口这个工程耽误的代志，引起到饮水的情形。保主高的工程讲讲真是有耽误到，伊嘛有上新的回应。我想韩市长昨天的讲话我也注意到了啊。那他提到所谓的穿林舰啊，那我是觉得穿林舰不如眼前的现在努力的做事情，帮民众解决问题啊。那比较遗憾的是说，其实7个月才刚到啊，然后市长就离开高雄市啊，那我觉得这个对高雄市民来讲非常的不公平啊。那民众期待的是一个会做事接地气的政治人物啊，那不太喜欢说这个政见没有兑现承诺啊，然后就马上用一些选举的一些口号啊。我想不管是其实韩市长最近的一些表现了哈，我觉得坦白讲，很多高雄市民一定会非常的失望。那您对他的选情是乐观还是悲观？没有，选情是韩市长国民党自己去评估了哈。不过我对蔡英文总统的选举是非常有信心。然后韩市长他有跟劳工局北上去征才，结果投履历才80多人，那算少。那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我想市长都要北漂了嘛哈，也许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既然你们市长都要离开，那你们自己都要北漂，我为什么要南漂？好，那或者是在场地的一些问题，可能也要问一下，跟新北市长侯友宜是不是到底中间出了什么事情啊？那花了那么多的预算啊，要去征才结果没有人要来，我想市政府有很多地方可能要好好的做一些检讨了。副院长今天来这边视察，是不是有带来淹水那一天的补助案的好消息？那行政院今天会正式核定在719水灾，这个灾损超过50公分以上的这个面积，我们今天行政院就会核定，那希望说能够帮助人民减轻一些灾害的一些损害，这个我们会在今天正式核定这个相关的这些补助。好，谢谢。好，院长，那个昨天韩市长在那个演讲稿里面说，2020是一场那个中华民国存亡的保卫战，但是他昨天都没有从头到尾都没有对中共提出批评，那您怎么看？我想会讲中华民国保卫战那对到他之前进去中联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了我想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关心说香港反送中后续情势的一些变化到目前为止几乎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我们都会看到这个香港的这些这个反送中的这些，不管是这个白衣的元朗事件等等，大家都在密切变化。我几乎没有看到韩市长对这件事情讲话他是不是因为去了中联办或者是说他对这件市场这些事件他有一些没有办法讲得非常清楚或者是立场非常坚定来支持香港人争取自由民主的一些苦衷或者是难言之隐我觉得这个韩市长应该要表态我很遗憾看到他噤若寒蝉，这些事情都没有表达他的立场。这个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那他应该要关注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是我们周遭国家的这些变化。因为香港跟台湾这个唇齿相依它是在我们隔壁今日的香港就是明日的台湾，这个有很多人都非常忧虑香港的一些人权跟民主自由现况的一些发展。
好，拄则咱听到就是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上新的讲法。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要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今日下早来到成功市场参加动土典礼。针对有一份媒体上新的民调报告，讲刷来总统大选若是变做三脚督的情形，韩国瑜伊的支持度是29%，伊的赢面暂时较大。郭文哲以25%的支持度排第2，若总统蔡英文排第3。针对这份民调的结果，咱看到郭文哲有上新的回应。我今天又有新的笑话。我已经变成动保人士了，你知道？来，每天他喂食赛已经挡到了。啊，对啊，我已经变成动保人士了。来，你要再后退一点。我看还是拿烤肉架来算了，好吗？让我们先问一下，韩国瑜昨天在全代会定调他这场选战是中华民国保卫战，您能听得懂他的意思吗？我坦白讲，我没有看的，我没有看，我不晓得。他现在说他要发出穿云箭，然后他还号召海外的侨胞说要每人一信，就是去跟国外的政府官员来告状，说蔡政府这样子是不对的。那是哪个地方不对？就是他们觉得蔡英文他现在就是一直在强调主权，但是他其实就是说他们在面对两岸的方式，其实蔡政府的做法其实是有一些是不对的。他希望就是用侨胞的力量来让外国的政府知道。不是啊，老实讲哦，我为什么不太喜欢看就是这样。这个是这样的，指控人家要有证据嘛，1、2、3、4，因为我是外科医生，你知道哈，我很习惯那个你要指控人家第1点、第2点、第3点把它写清楚，所以这样讲完的话就听不懂。他说那个蔡英文手上有洋枪洋炮，但他只有一把小水果刀，但是外界看他有望中会是小水果刀。哎呦，不要问这种题目，是吧？是这样的，你现在的民调，联合报的最新民调，你现在是25赢过蔡英文的22，但是韩国还是第1，他现在有29。那现在就是如果你参选的话，会有1/3的英粉会转向你，你怎么看现在最新这份民调？民调我不讲过吗？这个自从那个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初选民调出来以后，我就对这民调实在是还是那一句话，看看就好。你看这2个民调相差1个月。我简直啊！你会觉得它是从同一个 population 同一个母群体去抽出来的样本嘛？所以我跟你讲，民调现在那种看看就好了。但是你出来选的话，对绿营的选情其实上就是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算了，这个等我真的要想要选再来讲。市长昨天发生韩粉殴打71岁连署的郭粉，你焦虑的事情是不是要开始发生？没有这种事，你们去问蒋万安就好，你问我干什么呢？市长，今天的 LINE 官方 LINE 上面是发了一张图，说要冲向终点，要冲向哪里？2020吗？不会啊，这个那你应该去问小编呢，你去问一下柯一安了，不要问我没有办法。那时候小编画的图我没有每一张在审核。是啊，因为现在民进党有传出，就是说他们现在研判就是你出来选的几率越来越低，所以他们说现在要继续对你冷处理。你觉得民党这样子的方式是有用的吗？真的会把你边缘化吗？那时候我选的机会越来越低。对。你是哪一条线听到的？是昨天中央社的新闻，他们就是问民进党幕僚说的。民进党幕僚很多啊，你是问洪耀福还是问黄成国还是问谁？他们有写是哪一位？我们这个常常那个我不讲过吗？有什么幕僚啦像我啦有那个青科人士、有科人士市府高层，还有那个市府幕僚，还有什么很多啊。我就说，反正他想写哪一个就哪一个上去装在上面的，所以这种东西是这样的。台湾的媒体就这样看看就好。市长，香港市民对中共的不满高涨，你会觉得中共有可能派军队来镇压，重演6次？这个香港问题越演越烈这个倒是我们要严肃一点我觉得这样，这个我已经讲过，一根火柴不会造成大火嘛，所以香港问题恐怕中国大陆要很严肃的面对这个局面很像2013年到2014年的台湾的状况，就是说，当民怨没有解除的时候，结局就是这样所以不过是这样的，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强大的台湾才能够提供给香港更多的资源跟保障所以我也认为这样的当台湾太虚弱的时候
大陆在处理香港会更不手软。所以我也觉得，一个强大的台湾，你知道哦，会让大陆在处理香港的时候会稍微多一点的思考。那所以是这样的哦。我倒觉得台湾在过去30年民主化的过程，你知道，可以给大陆一些启示，你知道吗？特别在蒋经国晚年的那些逐步的开放，那些政治上逐渐放松，你知道吗？其实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以后，你知道吗？不太可能政治跟经济长期分离的。这个是，其实我算是大陆也去过很多遍的啊。大陆的经济成就相当了不起，这个不会有人怀疑的。但是我也认为政治跟经济的发展不可能产生长期维持很大的落差，这不太可能。所以我倒觉得蒋经国晚年的一些做法，大陆可以参考看看。是啊，你刚才有评论家说你会让郭出来选，如果他选不上的话，现在有评论家说你会让郭出来选，你会帮他就是参选总统。那如果他选上的话，你有功；他没选上也是自己太弱，不管怎样都对你有好处。哪一个评论家？黄义中一个公民老师啊，黄义中一个公民老师，像那个政论，那你那个，讲话烧声那个，完了，这他个人的意见嘛。来下一题。是啊，你刚才的意思是你不认同什么？你刚才的意思是说你不认同民进党现在判断就是你出来选的几率越来越小。没有，我跟你讲哦。柯文哲最难缠的地方，这个人实在是太不可测了，所以永远不要预测柯文哲。来下一题。华航的绿营高官不用出来负责吗？你觉得一个少校扛责就够了吗？华航的绿营高官他们的体系。哪一台的？中电。我讲啦，没有啦，没有啦，我跟你讲哦，那个我昨天在云林已经回答过了。坦白讲哦。那个1万条香烟哦，这个真的很惨的。你现在1万条香烟是买的就要办嘛？如果要这样办，我现在告诉你，大概四卫室或是公安局大概就少掉1半的人了哦。所以这一条的确很难处理，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啊。那如果说只有办这一次吗？那前几次的有牵涉到要不要办？至少小英上台已经3年了嘛哦。那这买香烟这次1万条，可是以前那个。3000条、几千条的也有好几次了，所以老实讲哦，这个也有专访，我再跟你讲哦，我在处理那个大巨蛋跟大湾北段，你知道我的心路历程，这个就是真正国家转型正义要面对的问题。那你觉得陈菊有责任吗？草包菜包之后，郭台铭都真的出来的话，郭台铭叫什么包？草包菜包是比较确定了，这郭台铭什么包？真的我要回去再想想看，要把它叫什么包？等我想好再跟你讲。好，谢谢。现在原子弹研发完了吗？好，另外世界大代志要来关心最近发生几落件案件，尤其是美国航空公司无爱再有精神病镜头的动物。有人认为航空公司的做法无合理，因为会当替动物申请一款情绪支持动物的牌，也就是有精神镜头的动物，拢会当摕到证明。航空公司袂当讲因为安尼无爱载，落尾嘛因为这款的制度有人去谣言讲乌白用，若是伫网络就会当真轻松摕到证明的文件。Dexter the peacock, an emotional support animal, had a ticket, but United wouldn't let him on board. 伫去年1月，美国联合航空拒绝这个孔雀座飞行机引起真大的风波，因为这只孔雀不是一般的挺生物，是通过医师认证的情绪支持动物，伊会当予精神病的患者有安打心灵的效果，就甲这只天竺鼠同款。Is it working? I definitely think so. Absolutely. If I'm having a really bad day, I'll just hold her and her squeaks just make me smile. Like things like this, it just calms you down. 情绪支持动物有800款，除了一般常常看到的鸟狗，甲这个天竺鼠，就连酷鱼嘛会当通过医师的认证，伊的主人嘛会当向政府来申请这个证明的文件。情绪支持动物伫个法律顶悬有一定的保障，亲像讲这个老先生，伊住的社区是规定讲袂使饲羊啊，市政厅过来要求伊甲羊啊甲赶出这个社区。不过老先生当然唔肯，伊个摕医师的证明文件，准备要甲市政厅来烧过。It says Mr. Steele has been suffering from resistant major depression for the past 2 years. His goats have been beneficial to his mental health, and I recommend that he keeps them as emotional support animals.
不过，这个情绪支持动物的认定无够严格甲斗达，甚至讲只要你上网开一丝仔钱，就会当真轻巧来摕到认证。至少有一寡人伊根本都无这个真诚的病，嘛会当凊彩来带这个听物世界咧乱踅。对安尼，航空公司拢用这个个案来处理精神支持动物登记的要求，就是惊讲这个制度去用乌白用，会来影响其他旅客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业界人士业界消息来看到，美国电影网站公布2019年世界头100个上水的面膜，来看到入围名单，台湾的周子瑜、小连线3档拢拼入去头10名。这届各个人提名，按算会当顺势摕到亚洲上水的名。周子瑜提名相片下卡打中华民国国旗的大图，已经有超过9万条留话，要替周子瑜加油赞声。美国的电影网站公布2019年世界100大上水的面子啊入围的名单。这个面子啊生做上水的，除了有电影《新力女超人》的介尔加岛这个欧美的大明星，亚洲地区嘛有一个女星正受到注重。韩国人气女团 TWICE 的台湾籍成员周子瑜，已经连续3年拢入去前10名，今年搁再得到提名。伫咧周子瑜提名相片内底，伊嘛有放国旗的大图，成上万的网友来留话，替周子瑜斗赞声。因为伫咧今年的名单内底，亚洲地区的强敌除了有 BLACKPINK 的泰国成员 Lisa， 也搁有中国的女星迪丽热巴，嘛拢有上榜。周子瑜这出镜的外形，互伊的人气真强。进前，伊小装摊一个出现伫个机场，准备要入关的时阵，就连这个验票员嘛真挖进来看伊这水的面子啊，一直甲学了。这边周子瑜的迷将嘛希望伊有机会通摕到亚洲上水的称号。记者综合报道。跳过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即马已经有真侪人按算明年新正年要出国佚佗，都有专家讲，即马买飞行机的机票上盖会好。跳过一个，继续带大家看卖。台式17Q 暑期重大改版，没有归零，没有归零，没有归零，很重要，所以说3次。太强了！奖金让你拿到手软，连续答题不淘汰，快下载17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式17Q， 全新玩法等你来战。来备够，哎呀，备够2，再备够。这边，好住，好上。Hello， 各位月村的村民，大家好，我是坤达，我是林思雨。月村欢迎你要办见面会喽！8月4日星期天在台中与你们相见，一定要来哟！是村民就来报道，我们不见不散。大基本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跟大家上开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揪，揪到缩小、收缩的意思，像暴揪水，还有揪脚底、脚揪起来倒揪。另外嘛有退后唔敢向前的意思，像讲揪脚揪手。咱做伙来小开2个词。头一个就是春揪，代表讲春好长，搁在缩好底的意思，嘛当讲是一个有抽屉的空间。第二个词揪水，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讲物件或者是状态变较细。另外，一个意思是讲做代志拍折，本来应该做10分，却做无到这么多。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2个词甲做伙。譬如讲，一寡时段考虑到囡仔较高大，买囡仔的衫拢会买较大领咧，安尼才有法度春揪，才袂一个洗就揪水去啊。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揪，提供予大家来参考。继续要带大家关心，即马新历已经7月底，一寡人嘛开始要计划明年出国的行程。假使若是明年新正年按算要出国，即马讲买飞行机机票上解着时，因为旅游专家讲，中型或者是华航这传统的航空公司，若是提早6个月到9个月，大部分拢会当买到拍7折的早票。啊，若是无法度超过半年提早计划，就有一个比飞行机介绍的网站，会甲大家讲各地半年来买飞行机机票上好的时间。
像讲新正年假期陪东京提早6个月订票，会当省差不多38%的票价。就网络找机票，想要计划明年年假出国，即马就会当开始做准备，提早抢订传统航空公司的机票。华航的话，大部分都是提早6到7个月。那长荣的话，大部分都是提早8到9个月或10个月，大概就是平日的7折。若是有要出国，不过感觉提早半年就来计划，时间伤过早。有机票比价网站公开，半年来各地抢票上好时机。以春节来看，想要去南韩首尔，超伫个休假前半个月订票，会当省30%的钱。啊，飞日本东京，就要伫个休假前6个月就先订票。长途的航线飞洛杉矶，上少提早5个月来订。纽约提早前4个多月，机票价上卖当先超27%。啊，若飞伦敦甲巴黎，出发进前3个半月就是抢票上好的时机。联航有飞的城市，然后你又是平日就可以请假的话，那你最好就是提早3到6个月，然后等它特价。看到欧美线，2万出头或是上下，差不多就蛮便宜的。统计2020年拢总有9个年假，大月出国想要加省寡钱，会当趁下半年加比一来介绍，把握订票的撇步，享受假期，安尼就免惊机票起伏贵去啊！记者综合报道。健康的话题要来关心，一寡人唔敢食盐水，即马有一个讲有特殊气味。外国上新的研究就发觉讲盐水会当排毒，佫会当预防羊痱。这是美国加州大学一项上新的研究发觉讲盐水里有一款天然的分子，会拍通大脑细胞内底钾离子的通路，调节咱脑神经细胞。动物实验嘛发觉到这款的物质会当延后鸟鼠羊痱发作的时间。咱台湾神经科医师讲，治疗羊痱主要确实是调节脑内底这个电解质的平衡，也毋过盐水内底物质敢真是会当运用伫咱人的身体，都要搁再研究。插播者拄则输到上新的画面来关心，早起时5点钟，花莲193县道106公里往北250公尺的所在发生一件轿车的车祸意外，引起到车内拢总2个人受伤。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戴新美来带来了解。新美。好，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救护车10万火急的赶到车祸现场，只见一台银色休旅车停在路边，车头被撞得扭曲变形，挡风玻璃全碎，还有2名男子倒地不起。救护人员赶紧上前查看伤势，先帮他们清洗伤口、止血包扎，并用颈圈和长背板固定。最后呢，小心翼翼地抬上担架送医急救。那么车祸意外就发生在早上5点多，花莲193县道106公里往北250公尺处，驾驶只有16岁，无照驾驶，疑似疲劳自撞路边的树。驾驶向救护人员表示左腿疼痛，不过意识稍微有点呆滞，而副驾驶伤势比较严重，胸部肿胀，并有多处擦伤。目前2名伤者都在玉里慈济医院救治，详细事故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以上就是为你掌握的最新资讯。休困一个广告了后，食饭时间，手路在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这是咧家人三溪仔石岩港附近有一间古早味的粉圆，这间传到第3代啊，因为大家拢是坚持现做，无掺添加物。台视17Q 暑期重大改版，没有归零，没有归零，没有归零，很重要，所以说3次。太强了！奖金让你拿到手软，连续答题不淘汰，快下载17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 全新玩法等你来战。Let me go! Are you big or let me go? 这边，保住！保住！各位月村的村民，大家好，我是坤达，我是林思雨。月村欢迎你，要办见面会喽！8月4日星期天在台中与你们。欢迎
欢迎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同款要带大家来看无同的手路料理、手路功夫。这是家人三溪仔将下港附近有一间古早味手工粉圆的店，为1938年创立不大，已经传承到第三代。第三代接咧做的头家叫做高明德，本来咧做电子业，是一个电脑画图师。唔甘爸母退休了后，这间店就安尼收落来。为阿嬷手头传来的古早味可能就会失去，和因某两个人决定要来卖冰，坚持逐工现做，敢若用番薯粉掺水，无掺其他的添加物，纯手工拢无用机器，因敢若是想要用心来守护传统的古早味。甲三汤匙特做的这个汤水沙冰放入去杯仔内，佮甲铺满满的手工粉圆，一喙甲四落粉圆，感觉 Q 身佮饱甜，沙冰佮加有金蕉油的芳气。伫漚翕的热天来一杯这个招牌古早味粉圆冰，保证互你心凉鼻透开。它不会像外面手摇杯那种，就是很奇怪的那种 Q， 就是它没有。就是那种要一直嚼的那种 Q， 就是很好入口，然后好喝。阮做囡仔时代，因阿公的手就溜较重，这粉圆。伊这手做伊的工无共，较 Q 啊，较 Q 较好食。粉圆沙冰的魅力，就连少年的读册囡仔和老大人，拢挡袂掉，真想要来食。不过讲究的，就是爱这个手工来制作。我们就是采用地瓜粉跟水。然后就是纯粹从无到有，然后像滚雪球一样把它滚出来。这都要一直甲烧，再个过胎，安尼来回3遍，粉圆才会当做出来。手工做的粉圆，煮的火候也就是影响口感的一大美角。落鼎了后，就要一直甲拉，安尼才袂夹鼎。等到粉圆翻透清了后，就会当甲糊起来互凉。不过，伫咧7年前，高明德还阁是一个电脑的画图师，为着厝的这路老滋味，伊决定要转来传承祖传的手业。爸爸妈妈他们在这里经营了30-40年了，然后他们一开始说要放弃，我就觉得很可惜啊，然后就想说。不然就回来接看，然后就也是会有一种压力，就是不能把他们这一块招牌砸掉。我还有一天问他说：“你这样会不会过劳？”他说：“有可能会。”对，因为他真的还蛮辛苦的。从做到大，所有的这个点点滴滴、甘甜苦涩，高明德上该感谢的，除了这个人客以外，就是伊的看手。有坚持下去是这个味道没有让它变，是蛮值得的。然后是蛮欣慰的，就是说，只要有时候客人他给你说一句“老板很好吃”，你那种辛苦就瞬间都融化掉了。其实说真的，还好有他，因为一路有他的那个帮忙跟陪伴，然后才有今天。人讲看手。翁仔某牵手做伙来拍拼，甲传承3代有80年的这个古早味粉圆，保留伊的开口甲滋味拢无变，通互人做伙斗阵来回味。记者综合。台视17Q 暑期重大改版，没有归零，没有归零，没有归零，很重要，所以说3次。太强了！奖金让你拿到手软，连续答题不淘汰，快下载17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 全新玩法等你来战。这边，打住！马上！ Hello， 各位月村的村民，大家好，我是坤达，我是林思雨。月村欢迎你，要办见面会喽！8月4日星期天在台中与你们相见，一定要来哟！是村民就来报道。
我们不见不散。我不应该来的，人生好难啊！我都已经说了，等我休假回台北，我们就登记结婚。你还要我怎么样？我就是不要当那种什么事都不知道，所有人是受你摆布的白痴。谁摆布你啊？我累了，真的累。每周五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感谢大成保金冠名赞助播出。喂 ，Kevin， 我有一件事想请你帮个忙。你为什么要查我资料？像你这种爱慕虚荣的女人，要不是为了人家的财产，会跟他结婚回来越村吗？我子梅，你怎么在我们房间？我帮我哥烫了几件衣服，只是我来。没关系，我来吧。他的习惯我知道。那是一切，他的一切我来打理就可以了。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月村欢迎您。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这个周末有空吗？要不要一起出来走走？王大宝，你怎么这么会教戏呀？你应该去开演员训练班才对嘛。糊涂女神探的角色又是雅姿了。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我要戳在你背后的女性。你一定要加油，赶快好起来，知道吗？你不用担心我。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限时内2人需同时站立在浮板上。怎么这一组，我所有眼睛都盯着你。对，好，一起开动，注意哦！开车了。赵哥，你想干嘛？做一个重心往右边一点。可以。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班老师有新恋情，天爱姐，你觉得到底是谁啊？只要你回头，我都在。他就像另一道月光，照亮了我的生命。天爱，你跟阿国的工作可以交换了。好，每周6晚间10点，台视频道《男神时代》。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大家等不及了吗？我是孟婆鱼。好喽。给我除掉他们！小猫巴克里。台视17Q 暑期重大改版，没有归零，没有归零，没有归零，很重要，所以说3次。太强了！奖金让你拿到手软，连续答题不淘汰，快下载17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 全新玩法等你来战。Let me go! Are you big or let me go? 这边，抓住！马上！各位月村的村民，大家好，我是坤达，我是林思雨。月村欢迎你，要办见面会喽！8月4日星期天在台中与你们相见，一定要来哟！是村民就来报道，我们不见不散。我不应该来的，人生好难啊！
都已经说了，等我休假回台北，我们就登记结婚。你还要我？我就是不要当那种什么事都不知道，所有人是受你摆布的白痴。谁摆布你啊？我累了，真的累。每周五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感谢大成保金冠名赞助播出。喂 ，Kevin， 我有一件事想请你帮个忙。你为什么要查我资料？像你这种爱慕虚荣的女人，要不是为了人家的财产，会跟他结婚回来越村吗？我子梅，你怎么在我们房间？我帮我哥烫了几件衣服，只是我来看看。没关系，我来吧。他的习惯我知道。那是一切，他的一切我来打理就可以了。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越村欢迎您。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这个周末有空吗？要不要一起出来走走？王大宝，你怎么这么会教戏呀？应该去开演员训练班才对嘛。糊涂女神探的角色就是雅芝了。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我要戳在你背后的女性。你一定要加油，赶快好起来，知道吗？你不用担心我。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限时内2人需同时站立在浮板上。怎么这一组，所有眼睛都盯着你？对，好，一起看哦！注意哦！超哥，你想干嘛？做一个重心往右边一点。可以。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班老师有新恋情，天爱姐，你觉得到底是？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带大家关心，这是马来西亚拜六一场职业的卡球比赛破纪录，规场拢总8万外的球迷，真像过去这个冰岛的卡球迷同款，大家做伙加油赞声，做伙欢呼，这个纪录嘛已经超过过去的纪录。新闻上要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岛新闻。台视17Q 暑期重大改版，没有归零，没有归零，没有归零，很重要，所以说3次。太强了！奖金让你拿到手软，连续答题不淘汰，快下载17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 全新玩法等你来战。晚上好，欢迎收看7月29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吴凯文。午间大头条，首先看到别墅枪击案，警匪搏火，